重新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新婚妻子，陆离。江一成喜欢李小姐是吧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当事人。你最了解他们，问你比较客观。我能确定告诉你的，只有他们曾经在一起过。那李小姐回来，是要找江一成复合的吗？你跟一成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的。那如果我们这段婚姻结束了呢？他们就会在一起了吧？婚姻哪是轻易就能结束的？真的不行，但假的可以。你说什么？我跟江一成是协议结婚。原来一成之前说的复杂是这个意思。一成家里催着相亲，他结婚的动机我能理解，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很早就认识江一成了，在造梦师的那款游戏里。今年是我喜欢他的第5年。所以你是为了一成才来到公司？我之前还一直奇怪，你为什么会答应结婚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。我之前看过莎士比亚的一句话：当我们买不起幸福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要离橱窗太近。我就像那个自以为离幸福很近，但是始终站在橱窗外的人。陆离，很多事情都是人为争取的。我为自己争取了1年的时间，我觉得至少这1年里，它是属于我的。但是计划往往抵不住意外。你要对一成有信心，就算他现在给不了你想要的感情，你也要相信他的为人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朋友之间的安慰。你怎么了？需要安慰？被丈夫带来赴前女友的约，正常人都会有情绪。什么丈夫？师哥，你什么意思？陆离不是一成的女朋友吗？我从来没说过她是我女朋友。重新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新婚妻子，陆离。